元朗大型住宅項目駿柏 Park Signature， 9座樓高22層大樓共提供1620伙住宅單位，標準單位種類多元化，提供開放式及1房至4房設計，間隔方正實用。廚房配置歐洲名牌用料，包括 Mueller 及 Gorenje。4房單位更特設燒烤爐、獨立焗爐及微波爐，超凡品味，無與倫比。由國際級設計大師 Ernesto Benmar 精心設計嘅雙子式會所 Timber House， 糅合光、影、水、火、木、石等自然元素，配合簡約嘅建築及設計線條，設計別樹一格，盡顯驚罕格調。會所面積約48000平方尺，園林約7萬平方尺，設施包括5個宴會廳、2個戶外泳池、1個室內恆溫泳池、2個兒童池、水療按摩池、保齡球場、健身室、桌球室、瑜伽室、空中花園、綠茵草原。按現時嘅規劃安排，兒童天地以多元智能理論8大範疇為藍本，打造 Multi-Intelligence Playscape 多元智能幻境。設施包括音樂室、藝趣室、跳躍地帶、智能玩具屋、角色扮演區、圖書館、幼兒探索天地。駿柏位置優越，部分單位遠眺連綿山巒或城市景緻，壯麗繁華。駿柏坐擁西北地理優勢，接通千億基建，北連深廣，南通珠澳，深港西部通道快速連接深圳灣口岸，直達國家級“十二五”規劃綱要提出嘅前海。經屯門西繞道及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，直達香港國際機場，連接港珠澳大橋，直達珠海及澳門口岸，貫通繼上海浦東新區、天津濱海新區之後嘅第3個國家級新區橫琴。經18鄉交匯處，快速接軌元朗公路，連接9號幹線，縱橫全港。駿柏傲享兩鐵交通優勢，西鐵線元朗站24分鐘直達尖東站，28分鐘到達九龍站，31分鐘接通傳統核心商業區香港站。輕鐵康樂路站輕鬆往來元朗及屯門，坐享完善嘅交通網絡。區內文娛康樂體育設施完善齊備。購物消閒因應俱全，元朗區內全新購物商場落成後，將提供國際及本地商店及食肆，勢成新界西北最大型購物點。元朗區附近設有多個生態旅遊景點，自然美景心曠神怡。駿柏 Park Signature 配以國際級設計大師 Ernesto Benmar 氣派會所，名師風格，活現香港。